世间有一种人，他们无法了解生命的美好，最美的食物、最动情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。而我，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一起吃火锅，我吃红汤，他吃白汤，后来干脆换成了清水。既然不喜欢，又何必装模作样？不错，比起吃火锅，我更喜欢看别人吃火锅，看青菜在白汤里翻腾，看数双筷子争抢肉片，看熟识的人围坐在一起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。你为什么认为景阳真人飞升失败？我听到了一声叹息。青山宗内有一个古文：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走你的，别来烦我。说得好，你修你的道，我灭我的事，如此才对。你想死吗？